北后，麻药是我的名字。麻药的意思是守护在月亮旁边一颗星星的名字。我过去的工作只有一件，就是拍纪录片。我透过纪录片将我的想法跟世界对话。我的纪录片就是将部落的声音传到台北，传到世界各地，跟大家分享。影片拍完，只是我拍纪录片的另外一个的开始而已。我带着这影片跟更多人去讨论这个部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这桥底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部落人的想法到底是什么，那才是真正的回族。把这边讲好不好？对待原住民是这样子，原住民的下场就是这样子，原住民的下场就是这样子。中华民国政府，你是杀了、忍了还是死了？我不懂。台湾人民，你们为什么会选这样的政治人物呢？他既杀又聋。原住民，原住民，要提问，要提问。是不是能够用政治的方式，能够改变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？不知道。但是我没有做，这些改变不会产生。如果我们不站出来，没有人会来帮我们守住我们自己祖先留给我们的土地，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。就是要改变，就是要改变，就是要改变。我们用我们最大的热情、最大的尖叫声，欢迎这位我要说他非常的勇敢。非常勇敢的战士，麻药比后，战斗！OK， 喂，伊那妈妈，阿都萨雷格马波罗，加油！很高兴，很感动。那么多的人在这么冷的天来到引爆该变的现场，但是我知道你们不是来看麻药，我知道你们是想来参与一个改变的机会，参与一个改变台湾的行动。今年1月28，在凯达格兰大道的路上，很多人在做运动。他们夜宿凯道，目的是为了什么？还我土地！6月，在太巴朗更有5天走路的行动，目的是为了什么？还我土地！今年11月。更大规模，整个部落的年轻人都站出来，为什么而跳？为什么？昨天在花莲毛古达爱，更恐怖的事情发生，整个部落为了什么把马路给封了起来？土地！为什么一年到头那么多土地的问题？原住民的土地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？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？过去400年来，每一个统治者坐着船跨海而来，没有一个有带任何一片的土地。他们用他们的长枪和他们的大炮，武力取得之后，用他们的法律说，这一切都是合法的，告诉原住民
你们一定要依法行政、依法行事，这样公平吗？不公平！这里是个有正义的地方吗？没有！这里是个有正义的国家吗？没有！要不要改变？要！要不要改变？要！常常听说，原住民是这个岛上的主人，有听过吗？有听过吗？有。那你相信原住民是这块岛上的主人吗？那么为什么前面2次总统大选辩论会2次都没有谈到我们的事情？今天下午有12个公民团体要辩论，12个公民团体里面为什么没有一个是原住民？为什么？这就是现在原住民的下场，对不对？今天早上，新南马菲夫有在现场吗？因为他有事情，新南马菲夫，还有家珍，还有巴尚，还有乌杜米酱，我们5个人，为了这件事情，想去问主办单位，为什么原住民不可以提问？问我们核废的问题，问我们土地的问题，问我们教育的问题，想要给个说法，结果我们连问的抗议的机会都没有，我们是被驱离出去的。你这样舞动在哪里？举个手。他最后是被驱离出去的，他是被拖走的。新纳马菲夫，他是穿着裙子被抬走的，我们连抗议的机会都没有，我们在那个围篱的外面还要被抬走，这就是建国100年精彩的血泪100年。原住民的下场是这样子，你要不要改变？你不要改变？就是要改变，就是要改变，就是要改变。就是在我们想要改变之前，可不可以给乌杜米酱？因为他今天的手受伤了，我们给他一个最温暖的掌声，好不好？我们喊一下他的名字，五度，我喊五度，你们喊米酱，好不好？五度，米酱，五度，米酱。听说米酱有在现场，这么厉害，教出这么样的孩子，也给米酱一个掌声。我们天天喊改变，天天喊改变，很多人你们到底要改变什么？我想要改变的事情非常多，我今天讲一个，我最想要改变的是，为什么没有钱不可以参与政治？为什么有财团支持的人才能够选得上？为什么最听党的心意的人，他的头常常被高层摸的人才能够参与政治？你相信我们没有钱的人能够有改变的一天吗？你相信吗？相信。我们都是没有钱的人哦。如果你不相信会有改变的一天，这样的不相信，就是对欺负我们的人、压迫我们的人，最好继续压迫、继续欺负我们最好的保证，也就不会有改变的一天。要不要改变？要不要改变？还要连20万保证金都没有，但是部落给我很大的鼓励，他告诉我们找1000个有工作的人，每个人出200块，不是只有20万吗？简不简单？简单。我们很早就已经缴了保证金20万，但接下来还要花很多的钱，要去做行销，要去做广告，要做很多的飞机跟火车，那些钱怎么办？现场有财团吗？怎么办？我们有很多的艺术家，很厉害的艺术家，捐出他们非常多的作品，为了做一次改变。台上更多的演艺人员，更多的歌手，
用文化、用音乐传达改变的理念。现场最辛苦、最认真的工作人员，现场热情一起参与改变的朋友，会不会有改变的一天？就是要改变，就是要改变。我再讲一个，我这次最想要做的梦想，我希望原住民能够在自己的土地上，用自己的生活方式，过最简单但是却最快乐的生活。每一个原住民应该活出自己，活出自己最独特的样子，难不难？难不难？就是要改变。任何的改变，可不可以从我们自己开始？让我们自己更勇敢、更自信，一起改变这个国家，让这个岛成为一个尊重多元族群、尊重多元文化的地方，好不好？好！感谢大家，来。不要沉默，迎接新时代。我知道你在，一直都在，创造新未来。